到顧家那個女人是假的。行，实话告訴你吧，我拿到了贺锦熙的 DNA 检测书。DNA 检测书？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不对，后来我动点手脚一检查，哎，真跟我想的那样。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扮演贺锦熙呢？伯父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看那份检测书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财路啊！姑娘，想多了吧你？伯父啊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而已，是你想多了。妍希啊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裙子特别好看，就是我有个问题哦。难不成他们俩联手了？红色，你说什么好呢？嗨，妍希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再给你讲一遍啊。小薇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妍希，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薇薇，对不起啊。不行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行。薇薇，我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改天我一定1:5:10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下次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，各种大餐随你选，顺便陪你逛个3天3夜。但是今天薇薇女神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过你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一言为定，骗人的是狗。一言为定。好，那你先回家吧。啊，去。大餐，别忘了啊！大餐别忘了。柱子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喝咖啡啊。伯父，哎，就算您对我有看法，你也算我长辈，让我送送您吧。哎呀，你个送送啊！那行，走吧。